寒天是火锅，乌龟是得讲系食唔得的食材哦。台湾乌龟产量千多的为所露天苗栗公馆，105年总的面积有差不多428公顷。半夜办过后，如系乌龟生产的季节，不过今年当地的乌龟农民呢，如果少喎，因正论百一个时期，反而如果去属乌龟，今年呢3万呢一张日，到更加12月15日还有15000磅哦。因正苗栗地区按久以来，如系中南部的反而去属的。美国少用乡下运售的方式卖去国菜批发市场，故所假使如系反而控制论呢？乡下来了解苗栗的乌龟业产售方式，韩国应用来避免假使随菜人天的情形呢？这是上等的，不是。放起一粒一粒送电的乌龟，苗栗县中饲养处同农业处做，4月初去到苗栗公馆乡嘅乌龟业视察，为了解今年乌龟数交嘅情形。现在已经到位乌龟嘅产季，不过遇到农民3点唔到番嘅类数动手啲。以前来讲，我是从系旧年用嘅，今年来钱，从系也今年冇有钱嘛。苗栗县政府除了天促销，未希望各机关单位同村堂都来买。我有购买，因为刚好我们自己餐厅也要用到，一些好朋友的餐厅也会用到。那初期先跟总干事这边预购3000公斤。我们透过工商工业促进会啊，或者工商发展促请我们各大工厂的福利委员会啊那些来做一些零售方面的协助。12月25日，沿设置许多乌龟园，帮乌龟嘅农民唔多，还看得到柜台片内嘅乌龟都很忙帮。现在今年寒天较少人，tan工火锅店同食品加工厂嘅业者需求量变少，使至到数嘅属土同家私都受到影响。今年比较多就有看慢样嘅，就讲本年放起也讲上市场嘅量啊。差唔多也差唔多700-800嘅样啊，含跑到田康，忙要棒，要看慢一些咧。今年的家私冇好，比差一批以上，批啦。去年啊卖一好价啦，去年的家私啊有20万嘅样，今年同到10块嘅样啦。因为苗栗嘅乌龟今年数交嘅属土又较慢，恐怕唔但抢起天时嘅影响天天，有种乌龟嘅农民认为，各年同各地上菜种体都有关。也就是意味讲哈，种乌龟专作有补助，也係诱因之一啦，也係安尼啦，所以讲也係未讲政府嚟讲也适地适种做咗專區來講免接。一年的面積睇有幾多嘅，小可做嘅控管啊呢。照農業局嘅統計，20年來種烏龜嘅面積差唔多有2500到3000公頃安發，101年全國總有2346公頃，經過5年到為105年有2674公頃，多出328公頃。其中苗栗縣係全台灣總天意多嘅縣市，101年大概有529公頃。到106年總有623公頃，比前一年105年大概589公頃，比較起來加出嚟34公頃。我們30幾公頃，大概經過分析，大概是剛好也落在我們的苗栗，大概公館有一部分，那銅鑼這邊也有一部分，增加的這些面積還在我們的一個產銷的一個容納的一個可以平衡的一個範圍之內。農糧署認為，烏龜種嘅面積算起來也唔係太多，不過一般數據嘅情形唔係依好。在天然因為生態嘅原因，係從其以來苗栗種烏龜嘅農民，認真採數嘅人工唔大，韓國唔啲會買到哪去，故所一路以來都會以是中南部嘅範圍來數。所有的農民啊，非常的辛苦，能夠冇辦法自家來採樹，今天來拜託所有的盤商來採樹，包括到人工，包括到市場等等。故所長期以來啊，就係盤商這個把持啦，所有的價格啦，所有的採樹的量、採樹的時間，全部會
盘商在把持。好多年嘅盤商啊，有啲講翻咧嚇，全部都啊南部啦、高雄、屏東、太甲啦，啊佢上嚟啊薯條啦，呀公關菜啲啊，啊邊冇人嚟做，也得成年啦，啊個也簽嘅有人，嗰種嚇。也可農民也當香港嚟佢正面嚇，我嚟也苗啲咧公幹咧嚇，也總便也到有嘅呢。世界3年幫有誒，一般是幾百斤咧，我也都會幫。哦，因為講我按法咩夾人天咩，冇辦法一次我幫，經驗我幫起啦。因為困難都也隻原因，少冇耐氣嘛，人家都冇通路冇啊。現在中南部嘅分類做地講，確定苗栗所有嘅戶外農嘅量同價值，一般農民就有通講，分類規定合起來，較慢地位起數嘅消息。就講盤商喺南部開始採蔬菜，南部嘅因為今年嘅品質唔係當好，故所盤商大部分啊冇賺到錢，故所我講嘅盤商全部唔係講糾結啦，但是係結合起來吼來採購，故所量。加結全部佢結添嘅，故所南部冇賺嘅錢啊，料到嘅錢可能就想對公關來賺賺來。唔過按理說聯合起來確定市場嘅量同價是冇，專家認為愛做疑難未疑難認聽。公平交易委員會當然是很重視要依法哦，一定要看我們的這些芋頭的盤商有沒有聯合壟斷，有沒有囤積，有沒有該賣不賣或怎麼樣子哦？一般來講，從我們過去的經驗來講哦，很少抓到，幾乎沒有抓到過。對，要有證據，而除非說你的盤商啊、中間商資本夠大，他能夠算得很準。我放1-2個月，那價錢一定很高，再來賣，能夠來把這個成本哈恢復回來啊。一般來講，我在想是比較難啦。唔過，假使從其本分嚟確定係事實，按用嚟改變按嚟嘅情形，有農民認為大家天初嘅團結，農糧署未建議，就得用大企業合作嘅方式嚟保障農民。呼籲啊，農民啊，嚇，就講大家嚇，人家都要合作，誒嚇，冇講一下基因開因大，人都冇買，真件，嚇，業務係講10分燉唔得，嚇，冇辦法留嘅，正嘅人先參與啦。哦，喺按大家，按即個樣嘅幫助下唔會輸啦。哦，按即個要出行橋，農會運銷哦，樣嘅買市場幾乎都講樣像好嘅物嘅哈，就很當好價啦。用契作的一個方式的話，就是跟農民朋友或者是產銷班定好相關的一個契作的一個規格，那有什麼樣的規格就有什麼樣的一個價格。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的話，我想對於不管是農民也好，他的收益穩定；那對於所需要芋頭的這些通路商或者是我們這些盤商，他又可以獲得數量上的一個穩定。現在苗栗種烏龜嘅農民頭擺限得同烏龜送到果菜批發市場，專家建議農民做啲成立生產合作社，用共同運銷嘅方式，將唔會本分嚟控制的。所以一定要像農會，農會，還有我們的生產合作社、產銷合作社，還有運銷合作社這一種，能夠以這個有一個組織的力量。那組織力量夠的話，就是比較好跟你的在商場交易。你假如說是一個合作社啊、農會的話，可能集資或政府一般來講也會有一些補助。果菜市場佢做嘅論銷做嘅，因為當然佢公開透明咧，嚟販賣制度，但是呢做嘅就聽取就成本嘅價格，像烏龜，你對人賣幾多錢以上？你知唔會了錢，喺冇到按你價格跌下來，即唔係咩政府就得補助補貼，按你做法係係上真好啦，按你就穩定價格，能夠全部都果菜市場就唔會本盤商來把持。從台北農產運銷公司就提出公開透明嘅販賣制度來保障農民。我們現在用的都是以電腦拍賣，拍賣員他會依照你的品質給予開價，然後採自由競價的方式。另外，還有在2個市場設置有
这个手机的远端监控系统，在拍卖的当下，你可以透过手机的 APP， 可以监看拍卖的现场，所以说很公开、很透明化。台北农产运销公司面建议，喺工会参加共同运销，販賣睇包裝同款檢後玫瑰改善。因为以前芋头的包装大部分都是用编织袋，就是我们看到那装肥料那种很像那种编织袋去包装。那现在在我们厂内比方说以台中大甲、大安地区的芋头来讲，他们都包装得非常精致。几乎都是以纸箱包装，然后甚至于他们还有申请吉原谱的标章，然后在分级方面也非常清楚。除咗包裝款級、品質、玫瑰提升，而且大部分嘅農民做戶外，還係用傳統嘅農法，也按同現代公館鄉同桃龍鄉農會、東山猛虎頭農民用友善耕種嘅方式來種出合乎產銷履歷嘅戶外。一般嚟講，戶外前後嘅戶外做得到天然年嘅3月、4月還做得標啦，但是你喺戶外品質唔好，農藥用太多。化學肥料用太多，你就冇辦法標久。健康管理栽培種到好嘅品質，應該上就冇問題。價格啦就得補充啦。喺度也慢慢地推行咧，呢生產嘅履歷表，能夠呢同嘅履歷表當中呢，可以看出呢也污嘅管理。所以污嘅管理呢，都引導人來也非常太改進，所以一改進嘅當中呢，使得呢污嘅呢。相對呢品質也提升。呢度會鼓勵農民用友善嘅方式來耕種，限高有效減免費用貴成成美嘅問題。農糧署未有補出產銷履歷驗證費用，希望按呢農民會改用友善嘅方式來做戶外。我們農政單位今年回溯到106年1月1號開始，包含個別農民的部分都可以補助驗證費用，履歷的驗證費用2/3，費用只要農民朋友出1/3就可以了。那有機的部分，我們更是把驗證費用提高補助到9成，也就是說，使用生產者只要付1成的這個有機的驗證費用就可以。唔過但唱有好嘅品質行啦，戶外愛加工處理，有行愛有冷藏設備，才聽硬幣仲用應該愛來聽數。前期嘅工作以及後期嘅加工儲存呢，冷藏冷凍一個部分呢，勢必以後就愛進行一個方向啊，因為安尼就唔會俾那個總盤商或者其他樣外來因素呢所打橫者。也都希望個政府呢來多推天數的協助，使得產銷更多呢更加通暢。他們如果有這個需要的話，是可以跟我們農糧署提出計劃，那我們可以來評估一下，那這一個部分他所需要的這一個譬如說削皮機或者是切角的，甚至於他做完之後需要冷凍冷藏的部分，那這些所謂的設施設備，我們署裡面都可以來協助，來予以設置。面對未來天時安泰嘅變化，有關農產品嘅價值問題，政府除咗為投資改良品種，供應鏈嘅連結玫瑰咋做到？類似轉運站集貨市場，這個批發市場的倉儲，還有它的現代化，它的資訊，大數據，我們的批發市場裡面的就舉這個為例，裡面的搬運車啊、污染的問題啊、能源的節約能源的問題，還有農業廢棄物怎麼處理，有沒有減少糧損，還有減少浪費等等，這個都是供應鏈的一個概念，不是光是生產。苗栗戶外嘅產量同價值從其本分嚟確定嘅，供應鏈當中未有一度嘅利益團體，愛改變亞種結構，增加經驗，農民提出會組織起來，將會有利。韓國政府要來聽數，苗栗嘅戶外產業工業發展將會更加好。